真正有够好食。我你即马炖多还是炖多一出的？有够好食。好食甲会哦，激动就对啦。好食甲会冰倒，你知影？哈。真正有够好食。南部口味啊，南部南部的烤味嘿这是较甜的，袂有感觉拄好呢。若是甲台南比起来吼，佫无遐尔甜无，但是是偏哦，甜的，有够好食。诶，这是头古家你早味这真正好食。这是传第几代啊？恁？其实我应该讲是第三代，恁算第三代啊？算第三代。这叫做幸福的滋味啦。这有人是逐工来的无？有，有吼，我咧摇这，我可能我应该逐工拢会来。我莫讲伤几项嘛，咱讲差不多一礼拜，你若讲我若住遮吼，我一礼拜听你好差不多来3工。莫讲实在的啦，真的，莫讲逐工来安怎？因为这搭配起来吼，伊的迄个规个口感啊，佮伊的气味是加倍的，你就爱加租的就对啊啦，啊加一租的。你有想要去台北几日用？你要倒用？倒欢喜。你要倒煮啦，唔免倒用。哟，但是啊，これは，我哋玩那意思。你嘛讲啊伤紧啊。